接下咱来看一类圣经，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9到13节。马太福音6章第9节到13节。所以你着安尼祈祷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圣经以上。接下蔡主任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耶稣论祈祷第5讲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请大家恭敬来领受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要进入第3个愿，就是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搁一遍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你要透过你的话语来透帮阮。所以，阮恳求主你赏赐阮有属天的智慧，拍开阮属灵的目睭，看见你话语的奥秘，也赏赐阮到遐的信心甲听心，会通将你的话实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来荣光你，祝福人。求主帮助阮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要来讲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心意。到底什么会是上帝的旨意？这件事大概是所有基督徒常常问的一个问题。我想，若基督徒有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算到第一名的问题啊，因为伫真济所在，世界各国，伫所有伫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，常常拢会问一句话，就是讲到底上帝你伫我生命中间的旨意，伫我生命中间的计划到底是啥物？我会记得我第一遍来到双年教会小会这是我有答应片幕小组的邀请。甲小会员做伙见面，有一个沟通，然后要确定讲到底到要来应聘，还是讲到底要进行监选。双方会当有一遍会面，会当搁一步人脉甲了解。所以这个时间有真侪人问真侪无共款的问题，其中有一位小会员问我一个问题，讲我来到双年教会。上烦恼、上惊的一件代志是啥物？较成讲来到双年教会是真恐怖的代志迄个时阵，我来回答讲，我来到双年教会上烦恼、上惊、上担心的一件代志，就是袂当满足上帝的心意。因为我真清楚，受上帝呼召，成做上帝的奴仆。有真重要一件事，就是爱了解上帝的心意，然后爱满足上帝的心意。所以，无论受呼召到倒一个所在去服侍，我拢是期待当满足上帝的心意。我相信真侪人拢甲我同款，咱受呼召成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咱拢期待透过咱的生命来满足上帝的心意。那你到底什么会是上帝的心意？也是讲，咱咧用主角是咱的祈祷文咧祈祷的过程中间，咱讲愿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到底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？这是今仔日要甲大家做伙学习的一个功课。伫要来思考这个问题进前，咱来明白，当咱讲愿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的时阵。咱咧读这段经文，还是讲咱咧用这段经文做咱的祈祷的时阵，会产生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讲，当咱咧祈祷讲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的时阵，咱会想讲，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全智、有智慧、阁有能力的上帝。然后天地万物是伊创造，
一切拢是伫伊掌管下面。安尼既然是伊的旨意，当然主一定会成就啊。安尼主的旨意够可能袂成，来讲用华语讲就讲，主的旨意够可能落空，够可能袂成。啊，那既然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，是一个有气力的上帝，伊一定会照伊的旨意去完成伊的期待嘛。啊，那安尼为什么咱来做这个祈祷？这是咱拄到的第一个问题。啊，咱若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咱首先来明白，上帝的旨意有一寡分类啊。上帝第一种分类就是上帝的定旨先见，这是伫圣经中间出现的这个字吼。咱台语汉语本的圣经翻译做上帝定定的旨意，啊，现代中文也本翻译做上帝定定的计划甲心意。这种旨意是上帝绝对有效的旨意，就是讲上帝要成，伊一定会成的代志，无任何代志，无任何势力会当阻挡。上帝讲有就有，伊命令要立就会当立。实在是讲，亲像约伯记42章第2节讲：你万事拢会做，你的旨意袂当阻挡。这是上帝的定旨先见，伊定定的旨意。如果咱来看一个例，这是上界清楚的例，就是上帝爱耶稣基督成做人，人为着人的罪钉十字架，这是上帝已经有先定定的旨意，任何人袂当改变。所以如果咱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23节，伊安尼讲：伊既然照着上帝定定的旨意，被交予人，恁就借着无法的人手，将伊钉伫十字架顶。将会抬死。为什么耶稣基督爱被抬？因为这是上帝定定的旨意。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来拯救正罪人，这件代志无人会当改变。所以咱等下要供守圣餐，当咱咧食这个饼、咧啉这个杯的时阵，咱就咧笑念上帝为着咱人类所定定的这个旨意，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所有信靠伊的人，这无任何人会当改变。这是第一项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但是上帝还有另外一种旨意，是上帝欢喜的心意。这种旨意是上帝对咱人的期待啊！上帝期待咱安怎？上帝期待咱安怎？所以因为上帝对人有一个期待。所以伊来写伫圣经中间，比如讲咱伫圣经中间，咱会看见到上帝有一寡律例嘛，袂当杀死人，袂当偷窃，袂当拜偶像，爱孝敬父母，爱疼别人亲像家己。这拢是上帝欢喜咱人安尼做的。因为上帝欢喜咱人安尼做，所以伊赏赐人自由，允准人家己决定，伊望人知影安怎去做，所以。咱今日有圣经，有上帝话，上帝就将伊的欢喜的代志，伊无欢喜的代志，拢记载伫圣经。期待咱会当照伊的期待，伊欢喜的事咱安尼做，伊无欢喜的代志咱毋通做。虽然看见着圣经安尼讲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今仔日吩咐你行这的律例典章，这律例典章就是上帝所期待嘛，上帝的命令嘛，所以你爱尽心尽性遵守。遵行，这是上帝的期待。但是咱嘛爱明白，这款命令毋是上帝定就算，佮爱人愿意去遵行。就讲爱人去配合啊。圣经依然讲，上帝爱咱安尼做，上帝无爱咱安尼做，清清楚楚写互明白。但是上帝伊爱人去配合，所以当咱咧记得讲。愿你的旨意得成，这旨意是指这个后壁这个，就是这旨意需要人去配合。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面亲像伫天顶，伫天顶。意思讲，伫天顶一切拢伫上帝的掌握下面，每一个天顶的人拢顺服上帝的心意，所以无需要人这个部分。但是伫地面上，人因为罪的缘故受捆绑。所以人会违背上帝的期待，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咱咧祈祷讲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面亲像是天面。
这款旨意需要人去配合的。那安尼，咱就会产生一个问题。既然是上帝的心意，伊安尼遐尼期待咱安尼照伊的话去做，但是为什么一个全能的上帝，无要用伊的能力来成全这件事？这答案是安尼，因为上帝足疼咱，上帝创造咱，伊无爱互咱成做一个家里人啊，亲像布袋一样来受人掌管、完全控制。伊无爱强迫咱，伊互咱自由意志来选择。对，咱知影上帝真期待咱会当照伊的命令安尼去行，但是伊真清楚。这款命令是要甲上帝建立关系啦，关系物件就袂当用强迫的嘛。举一个来讲，比如讲今仔我的后生，伊介意着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做爱，所以伊就来甲我讲，我无爸，咱做伙去提亲。我想讲要去提亲啊，我讲安尼咱准备一寡家私啊，毋是准备迄个聘金的啥啦，毋是准备一寡家私吼。那万一这个查某囡仔无要答应你，咱来好好来处理者吼。咱来强迫，安尼开当，互你欢喜嘛。但是你要理解，结婚这件代志是两个人的代志，是建立一个关系啊。这关系是疼的关系，疼的关系如果用强迫的，这关系就被破坏嘛。所以上帝因为疼世间人，所以伊无要互世间人成做伊的家里人啊。所以，伊互咱自由意志，伊真期待咱当顺服伊的命令，但是同时，伊也互咱自由去选择。所以，咱爱常常安尼祈祷，愿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人亲像伫天人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咱可以拄着来讲，咱上帝旨意有可能透过咱的祈祷来得到改变。上帝是永远无改变的上帝，自古到今，伊永远无改变。咱的祈祷有可能改变上帝的心意吗？这是咱爱思考的第二个问题。特别伫圣经中间，介绍有一寡经文，也是讲一寡记载的故事，介绍人透过祈祷咧改变上帝的心意。但是敢真正是安尼？比如讲，咱伫雅各书中间。有读到义人的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。咱会理解讲，咱可能误解讲，义人的祈祷介绍会当带来改变，甚至改变上帝原本的意思。咱伫圣经中间嘛有看见到，比如讲伫出埃及记32章，咱看见一个记述，当摩西伫迄个西奈山顶去领受上帝的律法甲诫命的时阵。伊去真久40工久，百姓毋知影摩西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所以因着心着扑扑，着鼓舞阿伦爱制作一个金牛，互因来敬拜。上帝对这件代志非常生气，伊就对摩西讲：“你看下面遐百姓，因无要敬拜真神上帝，竟然去敬拜这金牛，所以我要对因发大生气，将因灭绝。”叫摩西听到安尼。伊就开始替这以色列百姓向上帝代求，伊就对上帝讲：你安尼将因对这埃及做罗布的所在带到这个旷野，然后要进入老年甲迄个应允的地，你今仔要来将因灭绝，安尼介绍因咧向上帝这沟通祈求上帝毋通遐生气。结果咱看见着。经过摩西恳求了，14节讲，所以上主改变了心意，无将原本的要加互伊的百姓的灾厄降伫因身躯顶。若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讲，耶和华上帝后悔。咱会安怎去理解这件代志？其实咱若真正用心来思考，上帝是无改变。毋是摩西代求改变上帝的心意，是因为伊的代求是显明上帝真正的心意。上帝是爱人悔改，伊无爱降落灾厄，而且迄个时阵可能山骹的代志有一寡转变，所以上帝才无将原本要加互伊百姓的灾厄
降伫因的身躯顶。所以，毋是摩西的祈祷改变上帝，是上帝原本的心意，就是无要降落在下。只是摩西透过祈祷去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所以，牧师爱大家明白，就是上帝是无改变的。上帝伊欢喜咱伫祈祷中间甲伊同工，借着祈祷，咱去蒙着上帝的心意，咱去明白上帝的心意，然后咱明白咱爱安怎做，才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，互上帝欢喜。所以这是祈祷的一个真重要的态度。好，解决这两个问题了，咱还有第三个问题，也是上界重要的问题。若安尼，咱要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要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伫旧约时代，咱看见着，因有用乌灵甲土明，这两项物件，当然这两项物件，今日写做啥物款，咱无清楚。因用这咧追求上帝的心意。新约介绍有哪有抽口咧追求上帝的心意？但是今日咱无用这个方式，安尼咱要用啥物款的方式去追求上帝的心意，明白上帝的心意？下面牧师有3项要甲大家做伙学习的功课，咱做伙来学习。第一项是咱来建立一种态度，就是咱来建立一种伫决定重要的代志的时阵，咱来追求上帝的旨意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人若无信，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，的确信有上帝，而且信伊享受迄个追求伊的人。所以，才有一个应问就是讲，咱若追求上帝，咱若相信上帝享受迄个追求伊的人，咱诚做一个追求伊的人，上帝会伫咱的头前引带带领。要安怎去追求上帝的心意？就是咱来建立一个态度，咱来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因为咱知影，你若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你就哪了解上帝的心意嘛。你甲一个人真亲密，有时阵毋免讲话，伊就了解。我有时阵感觉阮无需要做恐怖的，有时我无讲我等下摇头者，伊就知影我要讲啥。比如讲，古一个我咧写即个讲道片的时阵，伊迄个时阵骹受伤，倒伫门床顶。我伫遐写我活过头来讲，牧师娘，我敢会当将来讲道的时阵，我敢会当讲你真恐怖？伊讲，你要讲你无你心内想的我拢知影你看我恐怖，我袂讲伊就拢知影，所以因为为什么安尼？因为阮两个时常斗阵，有迄个中间人讲迄个默契有时毋免讲，使一个目尾伊就知影。所以如果你若甲一个人亲密，你就了解伊的心意。相反，咱若甲上帝亲密，咱就了解上帝的心意。咱做耶稣基督学生有一件代志，咱来注意。你讲咱毋通拄着问题，才要去找上帝，才要找耶稣啦。咱平常时就甲伊建立一个真好的关系。当咱拄着重要要决定的代志时阵，咱就真清楚讲，这件代志上帝期待咱安怎做。所以有两项代志，咱会当透过安尼来追求上帝的心意，就是读圣经甲祈祷。为什么？圣经是上帝的话，伊记载上帝本性甲伊的作为。所以你若读圣经，你就哪了解上帝本性是安怎，伊的心意是安怎。搁另外一个祈祷我拄则讲过，祈祷就是要去蒙着上帝的心意嘛，要去思考上帝的心意，要去了解上帝的心意嘛。所以如果你若读圣经甲祈祷两项代志做伙来做，咱自然而然，咱会甲上帝起做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有这款的态度，咱要追求上帝的心意，就比较较容易。这是第一项要注意。第二项就是，当咱有这款的态度了，咱来学习安怎去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我拄则有讲到，咱爱读圣经爱祈祷，但是咱通常会拄到的问题拢是咱个人的，期待上帝对咱个人有引带甲带领。咱拄到的问题，通常圣经拢无写嘛。譬如讲，咱拄到什么问题？咱拄到讲我怎要做什么款的投资较好？
我要出国读册，也是要留踮伫台湾读册较好。我要找头路，当时有过来的机会，我到底要找倒一个头路较好？甚至未结婚的人，青年，拢会拄着问题，讲我到底要选择啥物人，做我终身的伴侣较好？我过去大专中心要服侍的时阵，有时阵会拄着学生来找我，伊讲哇，伊当时有注意到三个查某囡仔，一个真美丽，一个真大方，一个真欠卡。到底是要选倒一个较好？到底倒一个是上帝的心意？我来问讲，你较介意倒一个？伊讲我三个拢介意。哇，这声就做歹决定啊！到底上帝的心意是安怎？圣经佫无写，到底咱要安去做？当然有一寡辅导，伊会做分析。你甲啥物人做伙，你会拄着啥物款的问题？你选择啥物款的头路，会当有啥物款的发展？会当做一寡分析。但是，咱常常也嘛有一个怀疑，讲这到底敢真正是上帝的带领？特别是上帝的意思，咱常常拢毋知。咱常常有时拢用咱的意思来当作上帝的意思。咱有时已经决定一件代志，期待讲上帝有哪安尼想。但是圣经内讲，伊的道路关过咱的道路，伊意念关过咱的意念。特别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见到有真熟练的人，伊嘛有相款的问题啊。比如讲保罗，这么熟练的人，伊是上帝的奴仆，伊用伊的生命来服侍上帝。但是有时阵，咱看见到伊写的批信，伊嘛无完全上帝了解上帝的心意啊。比如讲，咱来看罗马书第1章，咱发现伊对伫伊要去罗马的时间，伊无确定啊。伊讲伊几若遍想要去罗马，但是拢受到阻挡。伊嘛无真清楚上帝到底是当时阵爱互伊去罗马，伊足想要去，但是嘛毋知当时阵会当去。保罗哥林多后书伊写讲，伊身躯有一支刺，伊捌3遍求问上帝。你看3遍是意思是啥？几若遍呢？第一遍问了，佫毋知上帝意思；第二遍佫问，第三遍佫问。了后伊较知影讲上帝对伊讲，我会稳定到亚利营。所以伊伫追求上帝的心意的过程中间，遮尔熟练的人，伊嘛拄着困难。咱看见雅各书的作者，伊嘛讲你袂当讲，我要到倒一个所在去做生意，然后工作几冬了后要趁偌济钱，你袂当安尼讲。讲其实明仔载要安怎，恁也毋知啊。你只会当讲主若愿意，主若稳准。主若稳准的意思就是讲，主有可能无稳准嘛。所以有时阵对伫未来要发生的代志，咱无法度掌握。所以咱看见着安尼，咱明仔做正确的判断，讲到底啥物款是上帝的心意。我本身感觉伫生活中间，上帝互咱个别的带领，其实咱无会当真清楚知影。伊就是讲，咱袂当对上帝遐真清楚知影讲，我到底要做啥物款的选择？倒一个公司我应该去，倒一个人是我终身的伴侣。但是对圣经来看，咱明白有几项代志会当互咱参考。虽然圣经伫一寡细节顶面无讲了真清楚，但是咱犹原会当有一寡原则会当去参考。其他安尼，我下面要分享3个原则，咱做伙来思考，做伙来学习。第一个原则就是咱来掌握迄个圣经的大原则甲方向。因为伫圣经中间，咱明白上帝的旨意主要是咧指一寡原则。当然，圣经中间上帝有若捌对一寡个人有一寡引带甲带领，但总是大多数拢咧讲一寡原则。如果咱伫这个原则顶面先顺服上帝，先照上帝的心意，先满足上帝的心意，上帝就引带咱的道路。圣经中间安尼讲，啥物人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的确指示伊着选择的道路。所以敬畏耶和华是一个真重要的原则。咱来明白上帝是伊的本性是安怎。对圣经中间，咱知影上帝是一个爱咱行公义、好怜悯、谦卑甲伊同行的上帝。圣经中间
咱明白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，是一个良善的上帝，是爱咱顺服伊，爱咱忠心负责任，做伊的百姓爱安尼做的。所以这大原则咱来去遵守，然后伫小原则顶面，上帝就引出伊。我感觉今仔日真侪基督徒伫大的原则顶面，无要听上帝的话，却求上帝伫小原则顶面、小的细节顶面来引出伊。这是真毋对的方式。咱应该爱伫大原则顶面尊叹上帝。有一个咧，那这个人真笨蛋，真贪婪，伊无要伫即个顶面照上帝的意思去行，安尼伊要求上帝叫伊选择什么款的工作，伊做什么款的工作拢做袂好。如果伊伫大原则顶面顺服上帝，才做一个圣洁的人、忠心的人、负责任的人，安尼伊去做什么款的工作，其实拢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。举一个来讲，牧师伫前年有一个真重要的决定，就是到底要移动。伫前年的7月份，聘牧小组甲我联系，了有一段时间的沟通，伊嘛爱我祈祷。原本底我是真抵抗，我是感觉讲应该是上帝爱我伫富强教会退休，但是后来伫祈祷中间有一寡调整，但是这是一个真困难、真两难做决定的代志。我伫富强教会有一群真好的同工，甲我做伙拍拼。但新的呼召，我感觉嘛有这个需要，所以伫这个决定的过程中间真困难。我伫去年咧带领迄个期尾叫年终的迄个祈祷会的时阵，我嘛分享，我迄个时阵写2张批要恢复，因为我答应讲伫前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要恢复聘牧小组，所以我写2张批，一张是答应的，一张是拒绝的。伫遐决定讲，到底是要寄倒一张批？前一暗我还阁甲牧师长伫遐祈祷，伫遐参详讲，到底是要寄倒一张批？我还未决定。一直到最后一刻我会记是应该12月30天光我寄其中一张批，应该是无寄毋对，所以我即摆甲寄伫遮。迄阵为啥要安做这决定？因为真两难我就伫祈祷中间，我真清楚讲。如果我若顺服上帝的大原则，我尽忠服侍，我真拍拼、温困来做工，尽我的气力，尽上帝予我的恩赐来服侍。安尼无论伫台南服侍，或者是台北服侍，拢会当荣光上帝，拢会当祝福人。所以这个大原则确定了，我相信我无论做什么款的决定。拢会当满足上帝的心意，所以这个掌握方向甲原则，这非常重要。第二项就是咱来做一个决定的时阵，咱来明白，咱思考这点，因为一般人会思考讲，我做这件代志了，对我够利益。但是咱做耶稣基督学生，咱袂当安尼想，咱逐生爱想讲，我做这件代志了，敢袂当荣光上帝，敢袂当祝福别人。如果那会使，咱就放心去做。如果那发觉讲我做这件代志，会互上帝的名得到侮辱，我得到见笑，会互别人得到损害，会去伤害到别人，这件代志咱就毋通去做。咱想讲，咱做这件代志，做这个决定，敢会当荣光上帝利益正人。最后一项真重要，就是咱爱互圣神来引带。牧师要互大家明白，就是讲，其实真侪时阵上帝的心意甲咱的心意是无共款，所以咱爱顺服圣神的引带。圣经同咱讲，无得甲世间相款，爱心意更新来变化，互你能查验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顺全、通欢喜的旨意。这有几个原则，第一个就是讲，咱毋通甲世间的价值观相共，咱咧做决定的时阵，毋通照这世间的价值观做决定。第二项，爱心意更新，就是咱来顺探圣神来更新咱的意念，
互咱会当真清楚去明白，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顺转、通欢喜的心意。咱顺服伫圣神的引带，互圣神来带领咱，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最后一项，就是要遵行上帝旨意。明白上帝旨意了后，爱去遵行伊。圣经同咱讲，既然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袂当拢入天国，独独遵行我的爸的旨意的人，才会当入去。伫追求甲明白上帝的旨意了后，咱着尽忠去完成上帝交代咱的使命。特别咱来明白，就是讲，我拄则讲过，有时阵上帝的心意甲咱的心意拄好倒边。上帝爱咱离开迄个所谓的舒适圈，进入一个挑战中间。咱需要圣神的帮助，需要对上帝遐领受气力，互咱真真正正会当遵循上帝的心意。毋单单伫咱个人，牧师也期待咱双年教会，是会当追求上帝的心意，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也会当遵循上帝的心意的教会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是阮的主，当阮祈祷，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，亲像伫天人的事。主，阮明白，你要装备阮，成做一个追求你的心意、明白你的心意、遵行你心意的人。求主赐了信心甲气力，互阮完全仰望你。求你拄起阮家己自私的意念，互阮会当真实看出你的心意、你的期待，互阮会当用阮的性命去满足你的心意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们。